今次講點解我哋要修淨土法門。開始之先呢，想做個溫馨提示。如果你唔係食齋嘅人，唔係信佛嘅人，唔係修淨土嘅人，呢個頻道係唔啱你，因為大家價值觀唔一樣嘛，所以好難講得你明白。咁如果你本身就係信佛啊、食齋啊、修緊呢個法門嘅人，咁你就好容易明白啦。好，今次我哋講點解要修呢個法門。我哋修呢個法門最緊要嗰個目的就係為咗了生死。而印光大師嘅説話就係超凡入聖。喺安氏全書裏邊，即係周安士先生裏邊有講到幾樣嘢。佢喺西歸直子裏邊有講到，我哋凡夫要修行要記住有幾樣嘢，事實嚟有幾樣嘢。第一就係我哋人一定會死，始終有一日會死。後生又好啦，年老又好啦，富貴又好啦，貧賤又好啦，有權力又好啦，冇權力又好啦，始終都係要死。死咗之後就要見閻羅王，跟住就會進入輪迴。如果係修正業嘅人，念佛信願念佛就能夠往生，咁就唔會進入輪迴。咁進入輪迴就係可以話係呢個人世以外最痛苦嘅事，即係我哋人世今世未死啊嘛，咁就感覺唔到啦。但係如果你知道信佛嘅話，你知道佛法嘅話，輪迴就係我哋來生最痛苦嘅一樣嘢。先唔好講一般人造業下世直接做墮入三惡道，就算係今世好有智慧、識得修福德、有修行嘅人，下世享福做返人，大富大貴。而當大富大貴嘅時候，就一定會造業。呢個係印光大師所講。之前嘅節流大師都係咁講，佢用嘅字眼係三世佛願。第三世佛願有修行唔求生淨土嘅人就係三世佛願，因為今世積福，下世享福，享福嘅時候造業，再下世就墮入三惡道，於是就係不停咁樣喺輪迴裏邊轉。呢個係第一個事實，就係人死咗唔往生嘅話，就一定係輪迴。第二個事實就係我哋人係肉軀，我哋叫做人體叫做肉軀嘛，血肉之軀。咁血肉之軀就係污穢，呢個係事實嚟。本身人體就有好多血嘅嘛，本身人體裏面就有好多血，係幾恐怖嘅嘢。就內臟、五官，不過呢啲都唔係好親切啊。一般嚟講都唔會點樣去接觸到。不過你一定會接觸到嘅就係大便。因為人體本身就係佢無可避免。我哋講緊事實嘅就係無可避免。
佢就係喺度，日日都係咁大小二便，所以肉體係本身係污穢。咁如果相比起淨土裏邊嘅金剛不壞之身，咁就有天壤之別啦。跟住除咗肉身嘅污穢，仲有心嘅煩惱咯。咁呢樣就係無窮無盡咯。大家一定有嘅嘢，好似我最近就諗緊打咩工好。如果度度都係咁麻煩，咁又如何？咁又係無限煩惱。所以有兩個事實，係應該話三個事實。第一就係輪迴嘅事實，第二就係肉體污穢嘅事實，第三就係無盡煩惱嘅事實。而且仲有另一點係特別一提出咧，就係我哋會每一次出世啊，都係媽個肚裏面生出嚟。生產呢件事係第一就危險啦，第二就非常之痛。咁之後嘅養育啊、擔憂啊，哇，又係講唔盡。所以我哋如果係往生嘅話，咁就再冇呢樣嘢，唔會連累到自己阿媽，即係冇阿媽根本就我哋就係蓮花化身。好，所以我哋人生最值得做啊，最有意義、最高明嘅就係念佛往生。咁安氏先生呢，就係咁講：有智慧人看得世間最極高明事，無如念佛。我再講多次：有智慧人看得世間極高明事，無如念佛。最有福事，莫若往生。念佛往生，非一切福德所可比擬者也。呢句説話，我喺幾年前睇到都好震撼，跟住好快又唔記得咗。所以大家如果有紙筆嘅話，真係好值得抄低呢句説話。如果你話你想喺世間求富貴功名啊，求富貴功名啊，都唔係咁好，應該求往生淨土。安氏先生打咗個比喻，喺《譬喻經》裏邊，呢個係佛經嚟啊，《譬喻經》裏邊有個比喻，曾經呢，就有一對夫婦就祈禱求子，冇幾耐個婦人就有咗，跟住點知生咗4種物件出嚟。第一個係煎檀米豆，第二個係甘露蜜瓶，第三係珍寶錦囊，第四係七節神像。呢個婦人生咗之後就嘆息，本來係想生仔，生呢啲嘢有咩用？咁後尾可能喺夢境裏邊，有天神就問佢：你想生仔有啲咩目的？佢就話：我想生仔，將來希望佢照顧我。天神就話：你有煎檀米豆，裏面嘅米用之不盡；你有甘露蜜瓶，裏面嘅神水可以醫百病；珍寶錦囊，
裏邊有無盡嘅寶物。七節神像可以幫你打低晒啲壞人，人間孝子都做唔到呢4樣嘢。個婦人聽到就好開心啦。咁後尾佢哋兩個就做咗好富貴嘅人啦。後尾呢個夫婦嘅消息，呢4種寶物嘅有4種寶物嘅消息傳咗出去。第二個國家嘅人想嚟攞佢呢4樣嘢，就派兵攻打佢哋，派兵攻打佢哋。即係話嗰陣時，佢已經建立咗一個部落。於是佢呢對夫婦就攞嗰個7節神像擊退咗佢哋，擊退咗佢哋。咁就告一段落，咁啊繼續生活。跟住安薛先生就講：世間人枝枝級級，無暇修行，不過為妻子耳。然妻子重極趨逢，安能若此4物哉？至於往生西方，則超出生死，萬福莊嚴，所求如意，又豈4物之所可比哉？故天上人間，第一聖事，無如念佛。呢個係安薛先生嘅結論。天上人間，第一聖事，無如念佛。所以世間最值得做、最有意義、最高明嘅事，就係求生淨土。